教育部去年宣布，一年要编2亿以上，免费提供学生囡仔生理用品。台湾学生联合会今仔日就表示，这大项内容爱去到固定的地点登记，所以真少人去领，施行的效果也真歹。教育部是鼓励学校会当甲学生讨论领的方式，也那经费的部分呢，未来教育部会继续讨论，要用什么款的方式来提供补助。预算补助别跳票。月经需求被看到。大学生伫教育部头前发出口号，不满教育部伫去年有讲要提供大专以后的女学生免费的卫生棉，不过却是要求学校家己编预算去买卫生棉。学生认为教育部应该要提供经费的补助，展现消毒过境散价的决心，不是叫学校家己去想办法。那教育部在这个政策，它其实就建议各校只有自筹款项去因应，但是东吴大学在当时的应变状况，只能够去向学务长请求拨补1万元的预算，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经费缺口。除了经费的部分，学生嘛希望学校会当设置卫生棉的共享阿嬷，让学生随时会当去领。因为目前的政策是学生爱向校方人员登记，才会当摕到。加上有的学生真正歹势找人领，学生指出有的大学伫顶学期才登记10片的卫生棉，数量是真少。有学校甚至是在登记领取的状况下，只有10个人去拿取，就是整个学期只有10个人去登记拿取卫生棉的状况。对此，教育部是回应目前卫生棉的补助范围，敢若针对6岁学生。不过未来嘛会讨论要以什么方式来补助学校，也那卫生棉要安怎领？教育部是鼓励学校会当甲学生斗阵讨论出一个方便速实的领取方式，做伙落实性别平等。记者第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。